好，台湾府城教会部，伊叫做第三章啦吼，其实就是第三期吼。时间是公司11年8月，即是1885年吼。啊，就是你若无概念的，以后你本人再来读。诶，第一段倒手边第一段吼，第一个小标题是讲主日信良。拄则我是小眼一下吼，信良可能就是精神的粮食啦吼，伊写一个良字。咱来看吼，教会有搁出一号册，号做主日信良，是厦门的姑娘做的。厦门是地名啦吼，大家知。姑娘是长老教会对一寡还未结婚的查某囡仔的称呼吼，是尊称吼，姑娘啊，姑娘啦吼，一般应该是袂叫姑娘啊，姑娘，伊叫姑娘，是厦门的姑娘做的。这本册调题找性册要紧的杂来一做堆，互人逐礼拜通活念一杂。哦，OK，这句什么意思讲？这本册调题找性册要紧的杂来集做堆哈。调题就是调工的啦，故意哈。TIAU 第五声，我即摆咧查这个大理大书店，第五声调我音是无飘毋对啦，但是大理大书店无收这个书哈，我看一下册台语。册台语才办着。嗯，有来，OK，册台语有收吼。你大理呃史书大理大书店，诶。哦，大理大书店收的音是挑题吼，我就讲挑工就是上看这意思吼，挑题哦，就无啥物特别的其他意思啦，就是这个意思安尼吼。抓一个啊，这个我也大理新书是咩啥物款，今日再看者。挑题伫倒位是伫倒位？挑过，嗯，哦，无特别的解说哦，挑题大理新书书，我看一下。那里大书店挑题，
有什么其他音？调笛、调笛、调笛哦，无共的腔口的讲法。我这原文调笛，高语你，わざわざ、わざわざ、せっかく、音に、特に、哦，日文解水哈。哦，等来这个教会公布，这本册调题找性找要紧的节，要紧的节吼，要紧的经节吼，重要经节就对啦，要紧就是重要。来集做堆，互人逐礼拜通活念一节，活念一节，活念，我相信就是活读吼，活读，活念第七声。我是第八声哟，我念着第八声。OK，还是我小可理解错误吼，我念是暗念的意思吼，默念哈，华语我念。我咧看大理大书店原文的解说，原文伫倒位啊？伫上落尾遮，我念安修斯鲁，安修斯鲁，暗诵吼，诶。就是心内默念啦吼，暗暗暗诵，就是读书诵的时候，而且甘地点用吼上经啦吼，上经，迄个上，喙里念就是上吼，啊暗上就是喙无出声嘛，哦暗上，无暗上是迄个日语的讲法啦吼，暗小斯鲁。或者是索拉尼尤姆，哦，暗读，这是日语的讲法吼。台语讲活念，有西罗梅德丘尼尤姆念，哦，倒来甲公布讲，这本册调题找性找要紧的节，来一做对，互人逐礼拜通活念一节。就伫主下日得到新婚的美娘哦，你才讲主日新娘哦，我相信就是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哦。伫主的日得到新婚的美娘，新婚的美娘吼，新娘，主日新娘。哦，第二个小标题是八月，以及这是八月出的吼。26
约翰简书了哈，约翰一书了哈，开始第4章19节，咱听上帝，是因为上帝大声听咱啊。今日抄伫顶这只吼8月26，8月26。哦，所以以及下对这写的就是主日信量吼的内容了，对啦吼。8月26日，就是用这句吼，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19节，咱听上帝是因为上帝大声听咱。过来是9月初四吼，9月初四，彼得后书2章9节，主救敬虔的人脱离患难。我再念一遍吼，主救敬虔的人脱离患难。敬虔就是华语叫做敬虔吼，敬虔。第11是罗马书第6章第23节，是安尼讲吼，罪恶的工钱就是死亡，独独上帝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因，就是永活。这句较歹理解吼，有一中有一个字叫做因吼，因就是恩典迄个恩啦吼。另外一个音是因啦吼，恩甲因可能是白话音甲读册音的差别尔吼。对一个是读册，对一个是白话啊。恩可能是读册音啦，因可能是白话音哦。罗马人书第6章第23节，罪恶的工钱就是死亡。OK， 罪恶的工钱就是死亡。什么？工钱是什么意思？工钱就是代价啦吼。所以罪恶的工钱就是死亡，就是意思讲，罪恶，你行罪恶所要付出的工钱，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哦。死亡就是死去消亡嘛吼，所以罪恶的代价就是死啦吼。独独上帝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因，就是永活。才有一个但书吼，罪恶的工钱是死亡，但是伊意思讲后壁讲，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恩典啊，就是永活，这个恩典就是永活啊。所以伊用独独这个词的已经表达讲，头前这个无成立啦吼。毋是头前这个成立，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讲因为有主的恩典伫的，所以袂死亡啊。所以就是这是基督教的教义啦，吼，讲咱人出世就是罪嘛吼，所以罪恶的工钱就是死亡。你免去死亡，当然这个死亡意思就是人死去，人死去消无去吼。OK，我哋就是讲罪恶诶，死亡行去吼。因为有主要是基督的恩典，就是永活这个恩典所以人袂行对死亡去吼。虽然人本身是出世就罪，但是袂行对死亡去啊。这句话是罗马人书第6章23节的讲法吼。只要小大概甲大家讲一下吼，其实罗马人书毋是耶稣基督写吼，罗马人书嘛毋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一哈，伊是罗马人书是保罗吼，就是有一个嘛毋是耶稣基督直接的学生吼，是一个基督教圣徒啦吼，伊叫圣徒，就是保罗所写所以这句话嘛是保罗所讲的吼。
18，上款是罗马人书第8章31节，讲上帝若保庇咱，一水会甲咱做对敌。这个一水是下问音啦吼。至少我所知影，就是讲是巴克利版无这个圣经内底讲父吼，什么人，就是讲伊拢用这个音一水一水因为一水是用来做一个名词用吼，所以一水就是一个对这个名词的一个更加亲切的讲法吼。上帝若保庇咱，一水会甲咱做对敌吼。就是讲咱若有上帝保庇，什么人甲和咱做对敌吼？这是罗马人书第8章31节讲法。过来是25，就是9月25日，这个主日因要互信徒活念的这句经节是伫加勒泰书，加勒泰，华语叫做加拉太吼，加勒泰书第6章第3节讲，行好无得贫惰，出力目的出力目的无得半路线，到期就通修成。我个念一遍吼，行好无得贫惰，出力无得半路线，到期就通修成。哦，行好无得贫惰吼，就是做好事啦吼，还是讲做人向善行最好的代志，毋通贫惰吼，毋通讲我贫惰做好事吼。出力无得半路线哦，这句话我是今日才学到，出力无得半路线。等下我来查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今日才看到？早毋捌读过甲圣经。我来看一下这个巴基斯坦圣经诶，希望爱人赞有吼，巴基斯坦圣经。加勒泰书，新约圣经加勒泰。巴克利巴是伫倒位啊？巴克利巴，哇，伊嘛是遮侪版本，我在找巴克利巴。本像中文译，现代中文译本、新译本、标准译本、思高译本、鲁迅中。哦，对啦，大客户遮巴克利巴。第几章？第6章第3节，加勒泰。第6章，我来看卖哈。第3节，本我来念一下华语版的哈。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完全无共，我是倒位毋对。25加勒泰6章3节，行好无得贫惰，对啊。我感觉伊是倒位写毋对去吼，我来查一下吼，是毋是根本都写毋对经节？我来甲查一下即个经文和合本关键字新约加勒泰书。
新药加绿台，新药加绿台书，然后无得平单，出力无得半路，到期就通修行。我讲修行用修行查定。有看到啊，是加勒泰书第6章第9节哈，你想唔对，毋是第3节，是第9节，我看第9节。6章9节，我本的想法是：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咱行好，唔通失志。所以伊修的迄个毋是巴克的版本吼，巴克的版是安尼写：咱行好，唔通失志吼。伊即只写是讲行好无得贫惰吼。啊，过来是后壁即句是讲，因为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啊。因为若无一站到期未修成，啊，公布这版本是啥？出力无得半路线，到期就通修成。这是真好理解吼，这个教公布这个版本，出力无得半路线，到期就通修成。啊，这是因为若无一站到期未修成，这个一站什么意思？把个帮我写，我看无吼。哇，查一下一站什么意思？一站 GHIH 第八声 CHAM 第7声。OK，一站，巴克版圣经用的这个词吼，一站就是拄则另外教公布讲半路线吼，半路线。一站，击就是拍击转去吼，站就是看站的站，所以一站就是中转去嘛吼。伫个某一个看站转去一站，譬如讲，伊这有例句讲，钱寄了上上一站，哦，就是寄钱无照这个时间寄哦，就是寄钱寄到一站，就是有时有寄，有时无寄吼。一站，顶头一站，另外一个例句是顶头一站，顶头一站什么意思？顶头一站，我看日本版的解说吼，一站，伊讲是九日之四路中转啊，托大 L 多转，九当四路中段吼，中段吼，钱寄了上上一站，就是送総金額時々切れる，或者是顶头一站是讲行列中途的切れる是毋是长去的意思吼？切れる这应该是长去的意思，你句啊对。啊，所以顶头一站就是顶头无一定是讲迄个庙会迄顶头啦吼，顶头是一顶头咧行路啊，一站嘛，就是转去吼，顶头一站，
是行到上一站。好，好，安尼嘛是对巴克的搬家，虽然开一寡时间去早吼，但是学了一个新的事吼。一站，好，咱继续转来教会公布，继续读咧。即嘛要读一个第一啊正手评价吼，正手评价第一段。传道的人看逐礼拜有因什么节，若用迄节做题目来论道理，也是好。这应该是讲传道的人看逐礼拜有应什么节，若用迄节做题目来论道理，也是好。意思是讲，你若讲教会牧师，一个礼拜你要讲道嘛，会使直接就用这个经章来做主题啦，吼，做题目，伊讲叫做题目。亲像9月11日有印罗马人书第6章23节，吼，要用这节做题目谈论道理，亲像下底所讲。这什么意思？哦，歹势，我拄则这个有讲这里头一句讲，团队的人看逐礼拜有印什么节印？这个印字是什么意思？我查下含义点，应该不是 print 吧？印第三声 print 是其中一个字吼，另外是大印，印达吼，迄个印，所以我相信是这个印吼。很多的人看逐礼拜有印什么节，若用迄节做题目来论道理也是好。印什么节吼？譬如伊举一个例讲，9月11日有印罗马人书6章23节吼，这个印要用这节做题目谈论道理，亲像下底所讲吼，说这个印字到底是印达还是讲大印？还是 print 啊，印刷，我不太清楚。好，伊讲会当呢，伊举例哈，第正人的确有一个主，有诶做派就是用迄个派做伊诶主。看约翰福音第8章33到34节，罗马人书第6章16节到17节，彼得后书2章19节，有诶服侍上帝，就是用上帝做伊诶主。咱看马太11章23节，约翰福音13章13节，罗马人书6章22节，就是把一寡相关的这个经节摕出来解说哈，摕出来做这个回应啊。好，第二，人探派有得到什么？探派就是顺探派书了哈，就是最派，就是最派代志哈。人探派有得到什么？
就是死，那身躯死，就灵魂也死。毋是灵魂无去，是永远无分伫上帝的福气吼。即通看马太福音25章43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趁上帝得到什么？第三，趁上帝得到什么？就是永远活。咱看历史录，历史录，历史录啦吼，历史录22章第5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三，做歹就是做歹受死是应该，所以亲像工钱得到永活，毋是安尼，是上帝白白赏赐咱。看罗马人书4章第5节、11章第6节，头前即句讲啦，做歹受死是应该，所以亲像工钱，即句什么意思？做歹受死是应该，所以你要付出就是亲像工钱，什么意思？就是亲像工钱，就是你做代志爱付出代价。你要买物件，你爱付钱；你要叫人做什么代志，你爱付出你爱付出工钱。但是得到永活，就是你对上帝即只得到物件，得到永活，毋是安尼，因为上帝是白白赏赐互你，是免工钱的即句安尼意思是安尼。看罗马人书第4章5节、11章第6节，做歹是亲像奴才服侍主人。看罗马人书第7章14节、第14节，服侍上帝是连准囡仔服侍伊的老爸。这连准是什么意思？我毋捌看过。连准，查一下。LIAN 的写准写是 UN 写连准，无这个书啊，那你图书店无收。是毋是个因走抓去还是安怎？我用做台语就测一下。无呢，歹势，这什么意思？连准，服侍上帝是连准囡仔服侍伊的老爸。我看啦，因 Wildcats 看嘛，连准、载准、责准、照准、校准、最必准。抓准，是毋是抓准啊？LIAH 因做 LIAN 的可能吼，服侍上帝是抓准囡仔服侍伊的老爸，但是意思无解通我看觅抓准的解说，抓准认定，抓做，抓准伊抓准就是认定抓做所以服侍上帝是那亲像囡仔服侍伊的老爸嘛抓准，是毋是这个解说我这个用法啦？我不解清楚抓准。当看罗马人书第8章14节、14节到12节。
然后咱倒头写，20到14、16对吼。好，第二页，过来看第二页，开始 link。顶头这个 pin link 第二页。第二页。第二页，以前吼一飘页数是第10页啦吼，因为甲这个教育公布对第一期的第一章第一页开始印到这吼，页数连落来吼，连续到这第10页，就是第3期第2页，8月2的2页，是叶牧师做的吼。就是因有办一个征文比赛吼，用题目就是8月2的2页，伊甲即个头即个头顶的即个文章伫即个教育公布遮刊吼，8月2的2页，所以传道理的人到逐所在着照迄所在的人的途音做成8月2，互人读学。到拢总会晓得读圣册，甲逐号的册，安尼8月2毋若一张，的确安尼8月2毋若一样，的确着合迄所在的土音才会用的，亲像上海、福州、广东、汕头、厦门、台湾，拢有伊的8月2。虽然逐所在的8月2无相同，总是读8月2的人，伊得到利益无毋相同，就是明道理，反悔罪，信耶稣，得到救，来享受永远活。对安尼看8月2的大利益是明。这段读过就好啊，无啥物通好解说。好，继续读第2段。我有一个知己的朋友是做牧师，伊前年有得到一本新闻，记载一个有孝的查某囝感激伊的老爸的代志。有孝吼，迄有孝是有孝的另外一种讲法吼。我看第2点有收有孝，有第7声孝，第3声有孝就是有孝，第2点有收吼。讲即本新闻内底有记载一个有孝的查某囝感激伊的老爸的代志吼。上帝读即本册不只有意思吼，歹势，详细读即本册不只有意思，就请一两个同音的兄弟三角读同音啥意思？同音 EANG，我写第 IM 第一声同音。
有查无啊？同音的兄弟，同音，啊，你看有这个这同音嘛无哇？这个词个是毋是个音对去啊？同音就请一两个同音的兄弟三角读，逐人的心哦，应该是同心啦吼，我咧用啦同心嘛，同心的兄弟嘛吼，同心的兄弟三角读，逐人的心无毋受伊的感觉，做字想，做字想，若画刻印版，印送人看，无论到内到外，的确有利益。什么意思？做字想，若画刻印版，这是讲做字想，我咧想是毋是真足想吼？就是讲头前即本册啊，教艺术啊，读起来互人遮尔心内遮尔感动吼。伊讲真少想起来，若画当刻印版吼，就是当刻即个版吼，印版就是用来印的版吼，当刻印版，若印送互人看吼，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吼，不管是吼教内的人看，是教外的人看吼，的确有利益吼。总是册内字字遥深，其中有侪侪学得过，无答话，请放下地。OK，这句什么意思？总是册内字字遥深吼，就是迄本字吼，虽然讲读起来真有意思，但是读起来有利益啊，但是咧字字遥深，就是内底用的字吼，佫真深吼。其中有侪侪学得过，其中有一寡字实在是真歹解说吼。即个过就是鬼祟意思吼，过。无答话，请放下地。哦，无答话是无奈何。吼，你若写汉字嘛是直接写这三个字无奈何。吼，无可奈何啦。吼，只好安怎安怎。吼，无答话，请放下地。请即只请毋是讲请人去请是暂请吼，暂时啊吼，甲放下地，只好准煞吼，无因为。因为有做，因为这个就算印出来吼，印出这个字吼，这个汉字太深了吼。到旧年伊有搁读白话字的新闻摘录，其中有记载历史家的代志，心肝不知心无，忽然想到这本新闻甲历史家差不多，就将这本册翻译白话字送交达马字先生印正册，毋望互人读，也会受感激。这是一发显明白话字大利益伫有学问的人以及正人。这段我甲读一遍吼。到旧年，伊有搁读白话字的新闻摘录。这个摘录应该是就是就是华语叫做摘吼，摘录。
就是杂录安怎讲，就是选录一寡文章做一本字吼，叫杂录。其中有记载历史家的代志。历史家是啥物人？历史家，我不记得历史家是讲啥物人啊。历史家，哦，直接用白话字来查，毋知查对袂？历史家，历历史家，历是第一声，历史家，直接用白话字来查者。无查着即个人名咧，应该是伫讲啥物人？哦，我伫讲一个人名吼，讲历史家的代志。新冠不辞辛无，忽然想到即本新闻甲历史家差不多，就将即本册翻译白话字送交达马字先生印正册。哦，OK，毋望互人读也未受感激，这是一法显明。白话字大力伫有学问的人以及正人。第四段论人要紧，就读白话字。当顶面已经议论的大有利益，亲像安尼，就无论男妇老幼，拢总着温群来学教来学教识，到会晓得讲究道理，就本身通得到利益，也通利益别人。那大部人定定就负责人来学，也通教示伊的囝儿，因为负责人要读中国的字，到会教示人是不知学。即使有人话，也是较浅的册定定。若读白话字到精工，就会教示人读好的册。来，第二段，科西国，科西国的负责人较侪有读册，拢会教示伊的囝儿，免费伊的丈夫。你写这免费什么意思？
甚至免费伊的丈夫，免费伊的丈夫的心志吼，免费伊的丈夫的心志，心神啦吼，免聊即个工就对了吼，免费伊的丈夫的心神来教囡仔嘛，因为就是查某人咧教，互伊的丈夫通料理外面的代志。可见妇人人读册真有利益，总是妇人人读中国字不知学得成功，因为字不知多，若是读白话字就无毋成，因为伊的字不知少，搁过读的缘故，搁过读的缘故。过吼，我记个捌查过，敢若第一句讲到即个过是啥物意思，也搁较袂记啊，歹势。哦，过就是快读啦，吼，过读就是快读啦，吼，就是容易吼。啊，过搁过读的缘故吼，就是真紧读吼。好，第二页第三十，第二页正手边第三十讲，有人讲白话字真是恶读。因为有人读了拢袂晓得，有人虽讲会晓读，也学得识。怎样讲是怪读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讲安尼较怪读？就要应伊讲啊，我回答就是安尼吼。这是对伊的无留心甲无明其中的法度。确实，若留心温存，各明伊的法度，就的确会晓，晓就是紧的晓吼，会晓的，也会识吼。捌看见教会内的囡仔会读即个白话字到真好听，阁会教示别人，也会写字到真水，这是显明白话字过读的凭据。好，过来读最后一段吼，第二页正手边最后一段。当人若留心来读，就的确会成功。可惜现时教会内精讲伫白话字的人是不知少，若毋捌中国字的人嫌学，毋爱读，嫌学什么意思？HIAM 嫌学，嫌学啦吼，嫌学啦。嫌学就是嫌伤慢吼，嫌学毋爱读，就有学问的人也毋爱读，因为伊拍算读中国字，惯势吼，就是惯势吼。读了好听，搁诚久，读了好听，搁诚久。若读白话字，着好着道，着好音啦吼，着好音着道，也学得诚久。即只诚久什么意思？诚久，歹势，诚久。我读一遍就这意思讲，因为伊拍算读中国字惯势，读了好听，搁诚久啊，好听搁诚久，诚着一句啊。那读白话字，着好着道，也学得诚久。
好，用8:58吼，今仔日个读第二页读煞吼，教育公布第3期第2页读煞安尼就好。一站后回再个开始对遮开始个接落读起吼。好，今仔到遮，多谢。